今年全国语文竞赛拜6礼拜伫台中举办，全台超过2000位选手为国小到社会组，大家是先拼先摕出上好的表现。教育亲像大舞台，好出笑开拢总来。选手的表情、声音拢充满自信，用词甲发音嘛真正班。全国基本竞赛决赛国竞赛23展开，伫台语龙头甲台语演说项目的教师组，有不少拢是台语老师来参加比赛，就是要做互学生看，也和囡仔分享比赛经验。另外，也有学校的主任讲，因处理读圣经拢是用台语、罗马拼音，计划退休了后要投入台语的教学，即马也开始精进台语。我为细汉看阮阿妈读圣经，圣经吼，迄念出来就是台语。阮老爸嘛有伫教会甲士大人读圣经用的罗马拼音，细汉我就感觉讲台语是真牛的代志。我教台语已经20多年啊，我对台语的文学真介意。阮学生伫较装卡，较无出来搞甲人行搭，然后利用鼓励因出来徛在舞台面顶。今年较无共款的是台语和客语的情景式演说，是对过去的世界图讲故事，继续现场抽文字题目，写文章才上台讲。主办单位强调，安尼会当互选手发挥的范围更宽、更较自由。也拿后礼拜比的读者剧场，是事先提供互4位学生剧本，互因做伙演讲，毋望互偌济囡仔拢有参与的机会。以前是世界图，即马是互你一个题目，你会当自由发挥。会当将你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代志，甲大家分享。竞赛已经迈入第80届了，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本土语文读者剧场呢，团体赛呢是第1年正式的做举办。全国基本竞赛国竞赛部分，礼拜尾暗暝就会伫官方网站公告第1的名单。也拿团体赛的读者剧场，后礼拜日11月30会伫台中市私立新民高中举行。记者辛怡台中报道。